泰国有迷人的风景，水上市场、庙寺甲海沙坡。泰国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国家。泰国真注重保存古早的美丽。即马自然、进步甲传统要安怎同齐向前行？第一集的节目会带咱来去曼谷，伫这座有几啊百万人口的城市，快速的生活方式，和过去的遗产，阁有新思想共存。